Utamakan tempat duduk untuk wanita mengandung, warga aman, dan orang kelainan upaya. Hello， 大家好，你哋最近點啊？我係阿 Max 喎，今日又同大家見面。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越嚟越多外國人啊，尤其是中國大陸，都選擇嚟馬來西亞生活呢。喺個影片開始之前呢，記得大家嘅觀眾朋友幫手讚好、分享、留言，仲有訂閱我嘅 YouTube。今日條片咧同大家分享俊浩同廣州嘅父母第一次搭吉隆坡嘅地鐵嘅經歷，由買飛啦、入閘啦到逼車廂啦，佢哋兩個呆咗好幾次。如果你想知道馬來西亞地鐵有咩令廣州人咁驚訝呢？睇完你就知道啦。大家好啊，我係俊豪。今日條片同大家分享我同廣州父母第一次搭吉隆坡地鐵嘅經歷，由買飛、入閘到逼車廂，佢哋兩個呆咗好幾次。如果你都想知馬來西亞地鐵有咩令廣州人驚訝，睇完你就明。我哋住嗰度唔遠，行大約300米就有一個地鐵站，叫班達要塔嘛。呢頭好多馬來西亞華人住，附近有個好出名嘅商場溫要塔嘛。近呢幾年，越來越多中國人選擇留喺呢度，因為有國際學校、MMEH 計劃，或者好似我咁喺呢度做嘢。令我意外嘅係，吉隆坡嘅地鐵好現代化，就算非繁忙時間都好靜、好乾淨，成個感覺好舒服。我爸爸媽媽見到個站咁近我哋屋企，佢哋好開心，因為以後可以自己行過去一月同埋買餸。佢哋話中意自己煮多過成日出街食，又平啲又健康啲。幾十年嚟都係我行喺前面帶你，估唔到今日輪到你帶我行前面。以前喺廣州都係我拖住你行街，而家喺呢度換成你帶住我哋行。呢條路有樹蔭，有陽光，有你帶路，行得好安心。我談下俾你，我知道佢當好啲啦。你講得躺得趁陣上買得。阿爸以前話你行路睇路啊，唔好掛住望手機。而家來冇我掛住個拖地成為先係帶我嗰度啦行。今日係年初7人日，我特登帶佢哋去一間傳統嘅廣東點心茶樓飲茶。喺廣州，佢哋差唔多每個星期都會去茶樓飲茶食點心，但嚟咗吉隆坡咁耐，我都未帶過佢哋去。好啦，既然今日唔使開工，就帶佢哋去食晚餐正宗點心。今日係我哋第一次搭地鐵，所以都有啲手忙腳亂。首先，我哋唔識點買飛，去櫃台問姐姐叫我哋去自動售票機買，但係第一次用部機，真係唔識操作。好彩有個華人叔叔見到，主動過嚟幫我哋買飛，仲好詳細解釋點用。講真，呢度嘅人無論係華人定馬來同胞，見到你有需要，多數都肯幫手。我爸爸媽媽見到都好感動，因為喺廣州，有時你問人都未必有人理你，加上成日聽講碰瓷呢樣嘢，搞到好多人唔敢隨便幫人。如果你哋唔知咩係碰瓷，可以上網搜查。是的是福建莆田的一个路口，骑车老人摔倒，随后2名初中女生上前搀扶，但是呢，事后老人表示是2女生的出现导致于他受惊吓而摔倒，产生医药费各种费用总计22万4千多元，并且一纸诉状告到了法庭。从视頻能看出2女生和老人並無任何肢體接觸。第一次搭吉隆坡地鐵，可以話係苦樂參半。點解苦？因為我爸爸媽媽唔識英文，如果佢哋自己出街，真係好難搞。但係一入到地鐵站，佢哋兩個即刻哇一聲，好現代、好乾淨、好靜，完全唔似佢哋想象中嘅外國地鐵。仲要每個人排隊上車，月台冇人食煙，空氣好清新。喺廣州，你喺醫院、餐廳，甚至高鐵都成日聞到煙味。火車到站嗰陣已經好多人，我企喺度，心入面有啲擔心，爸爸媽媽年紀大，企唔企得咁耐？點知一上車就有好幾個乘客主動讓座，一個、兩個、三。爸爸同媽媽，你睇下馬來西亞人真係好有禮貌，好熱情啊！唔該晒你啊，真係好有心啊！3個不斷有人叫佢哋坐低。
我父母呆咗，點解咁多人讓座嘅？喺廣州，就算有優先座，都成日俾人霸咗，仲要爭位嘈交㗎。呢一次地鐵體驗，令我同爸爸媽媽對馬來西亞嘅印象徹底改觀。阿仔，原來過年一定要大魚大肉係災難島出嚟嘅。俊浩帶我哋嚟一個廣東傳炒燒賣。俊浩帶我哋嚟一個廣東傳統嘅茶樓食點心。同意定唔同意呢？請喺個留言區嗰度分享下你嘅意見啦。多謝晒。今日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我哋喺下一個影片再見面啦。記得訂閱、點讚、分享。